過呢幾集之後呢，幾輯之後，大家進入咗呢個靜嘅生活狀態當中，從中咧得到呢個益處，揾到呢個美係正向人生未？我同大家點樣進入啊？再進入沉浸嘅當中，無論文學啊、音樂啊，或者係粵語啊等等，都去沉浸。第二咧就係話點向一啲人物要學習正向人生嘅人物。第三就係信念，個信仰咧，信仰都幫我哋沉浸。第四係喺世界大自然當中，靜觀萬物喺世界呢個大自然四季春夏秋冬當中攞咗個領悟到你一個正向人生。咁就係我希望能夠帶出嘅進程。多謝大家。